係啦 ，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健人。依家美元對日元大約喺上次外匯干預嘅164.10左右徘徊。作為交易員嚟講，喺呢個位置未分勝負之前，其實都幾難出手。喺佢嘅情況下呢，今晚深夜呢有 FOMC 嘅會議呢，如果情況有變呢，可能會有大波動嘅。咁技術上嚟講呢，下方呢都見到有唔少空間嘅。咁所以今日呢都想同大家一齊確認下大環境，然後分享下 FOMC 之後嘅交易策略同埋可能嘅走勢，麻煩大家多多支持嘅。咁我哋而家就由周線圖開始一齊睇下現時美元對日元嘅情況。周線圖而家畫出嚟個波形都幾靚㗎，所以方向感方面呢，其實用周線圖去判斷呢都可以。不過呢，今晚深夜有 FOMC 會議嚟緊，中長線走勢呢就要睇下會唔會因應消息呢突破之前嘅高位再向上衝，定係會好似而家咁形成雙頂之後呢開始向下走，兩個方向都有可能。不過呢，如果再用周線圖宏觀咁去睇，其實佢影線位都係大家會特別留意嘅關鍵位，所以即使突破咗呢啲位，都未必可以好積極咁做多單。咁正如我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嘅，而家價格都處於好高嘅位置。所以對於交易員嚟講，最理想嘅情況就係今個星期周線收陰線，然後下個星期開始出現向下嘅走勢，呢個劇本會係一個好清晰嘅發展。如果再睇埋周線 MACD 呢，其實已經出現咗明顯嘅背馳信號，加上上個星期尾中東局勢都有啲緩和嘅跡象，所以如果淨係睇美元對日元嘅技術面判斷呢，基本上都係傾向咁淡。咁所以佢哋喺大環境之下可以考慮慢慢部署淡倉，然後觀察星期一、2嚟嘅走勢。咁之後呢，我哋會確認下未來可以入市嘅區域嘅。好。咁而家睇下日線圖啦，其實而家睇翻美元對日元最近嘅走勢呢，個浪形都唔係好清晰啦，所以呢，要做技術分析判斷都幾難嘅。不過呢，如果今日真係出現一支大陰燭嘅日線移動平均線都會向上推，咁就有機會出現高位逐步下移，低位再創新低嘅走勢啦。如果日線個收市價呢真係跌穿個移動平均線嘅，去到周線移動平均線附近呢，都會係一個幾吸引嘅沽空空間，所以呢個區間呢可以留意下。咁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住呢啲位，仲有呢，移動平均線嘅斜度呢都開始有啲變化，慢慢變得接近平衡。如果今日真係出現陰燭，佢聽日同後日呢應該都會維持住呢種平衡嘅形態，所以呢啲位做淡倉呢會變得比較容易啦，技術上都會比較有利嘅。等陣呢，我哋都會再確認下啦，例如4小時圖、1小時圖嘅細浪形呢，如果都開始被打破呢，佢就會成為一個更強嘅入市依據啦。所以大家記住，要多時段分析，釐清楚唔同時間框架嘅情況，再決定方向。不過中期嚟講，周線嘅支持位都要留意，除非跌到接近152嘅，否則基本上都係以飆升為主啦。呢個都係比較基本嘅睇法嘅。咁再加上158蚊嘅支持線啦，或者周線嘅移動平均線啦、頸線等嘅阻力區咧，都睇得好清楚㗎。而日元嘅弱勢咧都仲未完啦，所以咧可以考慮等佢回落少少咧，再做長倉啦。同時都可以釐定呢個策略去構建未來嘅操作方案。咁當然啦，等陣我哋會再詳細確認下，根據最近嘅趨勢策略再檢查一次。好，咁而家睇下10小時圖，睇翻1小時圖嘅浪形呢，依家都係一個好靚嘅上升趨勢。首先要留意呢個上升趨勢入邊嘅回調低位。咁講翻上個禮拜尾呢，日線移動平均線就喺呢個位啦。所以即使4小時圖出現咗個信號呢，都好難去做淡倉 short，情況都幾棘手嘅。不過而家日線移動平均線已經升到去4小時圖嘅支持位附近。如果呢度形成一個三頂形態，即係三尊再向下突破嘅話呢，佢去到周線移動平均線附近都會有一個幾有利嘅做淡空間。再加上今日 FOMC 公佈之後，如果日線移動平均線比日線收市價跌穿，出現轉勢嘅話，咁去到4小時圖層面呢，如果出現呢啲形態呢，大家就會比較容易想像到可以搏第三浪嘅交易。所以今日要特別留意日線收市價會收咗邊度。另外咧，即使今日咧未必會跌穿支持位，如果4小時圖咧出現一支大陰燭，佢嘅圖表上都會見到嘅陰燭開始明顯形成上上落落、上上落落嘅市況咧，心理都會變得好清晰。喺技術上嚟講咧，市場對下跌嘅意識咧會開始加強，呢個都可以作為一個判斷依據啦。如果4小時圖見到高位逐步降低咧，都可以冇判斷。咁所以今日都要留意4小時圖會唔會出現大陰燭嚟。無論如何，由今個星期開始，中東局勢已經有變化，原油價格都下跌緊。今個星期或者下個星期都有機會出現啲轉捩點，呢個可能性都唔可以排除。所以大家分析美元對日元嘅時候呢，都要記住隨時有呢啲情況發生。咁我會繼續觀察今日市況，再拍片同大家分享。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